今日立法院下晡针对准总统赖清德国情报告等案调查协商，是经过3点半钟才勉强敲出初步共识。讲总统来报告国情了后，会交予民众党2位、民进党9位、国民党9位代表发言。今到底是要随问随应，也是讲要统一来讲，这拜四才会去讨论。同意不同意？当然，这个很重要。立法院调查协商进入清水区13下晡讨论，邀请准总统赖清德国情报告，搁再引起激烈攻防。因为调查对于什么时阵邀请形式是综合答复，还是统问统答讨论一直无共识。立委也邀请表达希望符合宪法，和院长韩国瑜起一个化休困。你现在不要再把它勾起来，你勾起来又把问题搞复杂了嘛。讲了半天，他们说讲头问头，然后他讲。车轮前发言最后才达成共识，调查初步同意总统国情报告了后，由民众党2个、民进党甲国民党各9个立委代表，每一个发言6分钟。但是其他细节爱等拜四才去讨论。未来总统至本院进行国情报告时，于总统国情报告后，由本院各党团推派代表发言。议庭内另外2案，国民党团总条鲍坤奇提出花东快环岛高铁建设特别条例草案无法度讨论，因为草案已经过1个月冷冻期，上近10时的议会表决处理。南北党团已经表明会做阵合作。超过60%的声音希望国家做的一个最基本的交通平权、生命无价，全力的来推动。台湾民众党党团所提出来的修正动议，是希望用一般的公务预算逐年的来编列，而不要用特别预算。不过，民进党团这个相关草案超过1条有违反宪法的顾虑，放掉那是南北联合硬要过关，要申请释宪。他没有交通评估，没有财务试算，居然可以用这种神速的速度来强行碾压所有的交通建设，已经要做可行性评估，政党呢，都要了解这个民主宪政的规则。特别下任的院长陈建仁呼吁国会应该遵守民主宪政的原则来推动华东建设。另外，团出立委要促请行政院提复议案，吴思瑶讲，这是行政院的权限，要尊重未来新院长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